要屋企個運好咧，有幾樣嘢係要留心，同埋有啲嘢係唔擺得嘅喎。第一，屋企如果花草樹木謝咗枯晒嗰啲咧，一定要抌咗佢，重新換過。第二，尖刀石頭呢一類，我哋話帶住有煞氣嘅嘢咧，盡量唔好擺，因為擺咗之後容易影響健康㗎。第三，如果喺我哋嚟講有一啲兇猛嘅野獸嘅圖，譬如嗰啲獅子老虎呢啲咧，其實咧就適宜對外，唔適宜對住自己屋企嘅。如果擺得太多嘅話咧，又係容易對健康運有影響嘅噃。嗱，第四樣咧就係一啲不明來歷嘅古董或者舊物，如果你放咗返屋企嘅話咧，都要提防一下㗎，因為佢會跟隨住上手嘅氣運，就算上手係非常之好，原來佢只會殘留一啲麻麻地嘅氣運喺度。真係好想要嘅話，記得用一啲碌柚葉、黃皮葉水擦乾淨，或者過一個香火先好擺喺度噃。而最後一樣嘢咧，就係屋企舊嘅雜誌唔可以太多㗎，因為雜誌係屬木嘅。當你堆放得舊嘅報紙雜誌太多咧，就好容易有官非㗎啦。小就是非，大就官非，要小心啲喎。咁以上嘅嘢，如果能夠做到嘅話，自然家宅運係好啲㗎。